先生你好，我叫名係妹子啦，係要我今年38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6歲，我做到喺香港差唔多係11年，我有經驗照顧小朋友，照顧婆婆，我識煮餸、買餸、清潔屋企、煲湯。我唔識煮肉嘅，唔識煮肉，唔識熬肉，但係我識煮肉、煮熬肉。我第一次做嘢喺香港，我做喺後台山，我做得10個月，因為老闆俾炒魷魚我。跟住第一次我喺太古城有照顧老人家2年，第3次我喺土瓜灣係照顧老人家嘅。我做到5年幾㗎，5年幾。跟住第4，老闆我喺藍田嗰度係照顧婆婆，我得藥，但係我得11個月，因為我有辭職。最尾最尾呢個我係灣仔，有照顧小朋友9歲。係咁多啦，太太先生，唔該，拜拜。